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。古早人讲生杀母，这字杀，杀是一款汤拖，头细细，巴肚大大，专门属动物的血，或者是树栽、花草的汁会为人。一般咱讲杀母，啊若是生伫头壳，咱讲头杀；若是生伫狗的身躯，咱讲是狗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词读做杀饼，这是古早用竹仔做的幼螺仔。古早因为卫生无即马遮尔好，医学嘛较无发达，用这款的杀饼来热头杀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话杀，是讲掠人的讲话唔对的所在，嘛会当讲是话骨话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人伫路边摊卖螺仔，伊讲伊螺仔用阁好用，会当做杀饼。也毋过即马真罕有人生杀母啊，伊讲的话，互人掠做话杀。今日小解这一字杀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